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8号，这一期咱们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深圳地铁一次又一次的出手拯救万科，也就是借钱给万科。今天我看财经网它一篇报道说，年内深圳地铁第5次出借资金，万科按时兑付近150亿元公开债。这个财经网它是这么说的，它说根据6月6日的公告，本次借款中，深圳地铁有权要求万科提供担保，这个不是质押，是担保。这是第5次借款，那第4次股东借款，也就是深圳地铁借钱给万科没有要万科提供增信资产，并且从第3次股东借款开始，深圳地铁设置了展期选项，就是经借款双方协商一致，万科可选择提前还款，若资金存在困难，经深圳地铁同意，万科可进行展期，也就是深圳地铁给万科借的这个钱，你可以往后展，不急着还。公告显示，这次股东借款的利率与前4次一样，同为2.34%，借款利息无需分期支付，只需在债务到期时结清即可。你不是说每个季度结一次，不是这样的，到时候一把还。6月6日，万科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股东借款议案。财经网说，2017年上半年，代表深圳国资的深圳地铁耗资约664亿元，从华润置地和中国恒大手中受让万科股份，成为第1大股东，终结了保万之争。当前深圳地铁的盈利与流动性水平亦背负压力。深圳地铁将万科纳入统计报表范围后，万科股权对应的投资收益成为深圳地铁历年利润波动的重要因素。根据财报，2024年由于万科录得规模净利润亏损494.78亿元，深圳地铁的投资收益由正转负，亏损120亿元，且深圳地铁还对万科股权投资计提了减值损失，该公司规模净利润因此大幅亏损335亿元。2025年1季度，万科的规模净利润录得62亿元亏损，这导致深圳地铁投资收益亏损16亿元，规模净利润亏损20.9亿元。那我们再看看深圳地铁有多少家底。这个财经网报道，截至2025年3月末，深圳地铁持有货币资金383亿，较2024年增加84%。同期的短期借款和1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合计266亿元，较2024年增加16%。也就是说，这短债比还是比较高的。他手上有380亿现金，但是1年内到期的是266亿这个债，那你要还掉手上也就只剩80亿。但是2025年4月至今，深圳地铁累计提供给万科的股东借款就多达79亿，满打满算，深圳地铁正好手上这点钱就干这个了。这意味着深圳地铁恐难仅靠自有资金持续大手笔援助万科，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怎么办呢？不过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发布5月29日评级报告指出，深圳地铁对外部融资的依赖度较高。截至2025年3月末，深圳地铁银行授信总额6100亿，其中尚未使用的授信余额4627亿，备用流动性充足。也就是说，深圳地铁可以跟银行借钱，银行给他的授信还有4000多亿没用呢，只要深圳地铁愿意，还可以去银行把这钱拿出来借，然后再转手借给万科，为万科输血。财经网说，万科的偿债高峰仍未结束，在未来2个月，该公司还有3笔境内债和1笔境外债需要兑付，存续本金总额76亿元。据财新了解，年初以来，深圳政府部门一直在协调银行加大对万科增量贷款支持，但至今未有明显进展，就是银行不敢给万科贷款，不抽贷就不错了，还增量贷款，哪个银行愿意冒这个风险？楼市持续低迷，银行对房地产信贷态度审慎，普遍要求开发商提供足额抵押物。万科可供抵质押的资产中，万物云股权是相对优质且较为容易估值的一项，但万科已将其中大部分质押给了深圳地铁，后续万科与银行的博弈难度或将不小。万科长期被视为国内房地产行业的优等生，2021年3季度之后，房地产步入深度调整期，民营开发商陆续暴雷，至2023年10月底，风险向混合作业制房企蔓延，万科屡次遭遇信用危机。2024年以来，万科在经营端与资金端的压力双双加码，依靠砸锅卖铁处置资产、抵质押融资等方式，该公司才勉力守住了不出险的红线，但市场迟迟不见起色。2025年，万科面临更严峻的流动性挑战。根据 DM
查债通统计，2025年全年万科共有16笔到期或行权的境内公开债，存续本金规模合计326亿元，恐怕到时候都得仰仗深圳地铁伸出援手。深圳地铁已经借了将近120亿了，家还得借，并且同期该公司还有2笔境外债到期，存续本金规模约36亿元。然而，万科集团层面几无可动用资金。根据未经审计的一季报，截至2025年3月末，万科母公司持有货币资金8.68亿元，这个给发工资的够呛的。较2024年末净流出4300万元。母公司在手资金通常可以大致反映集团层面可动用的资金情况。万科的化债问题只能依靠决策高层及属地政府出手协调。万科就相当于一个无底洞，深圳地铁去救吧，救的不好，恐怕给深圳地铁自身带来麻烦。现在深圳地铁麻烦已经不小了。我们一直说，能救万科的只有韭菜，韭菜拿着七大姑八大姨的钱跑步进场买房子，万科就得救了。输血没有造血管用，自身不能造血，靠输血这个是不能持久的。所以说还是要韭菜买房。网上有传言，这都是传言，说上海临港准备启动买房送户口。这个传言如果是成真，那就说明上海楼市也是结构性矛盾，就再次说明，也就是它有的地方房子根本就卖不掉，但是有的地方房子日光5000万一套的，有的地方靠送户口才能把房子兑付出去。界面新闻报道说，今年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延续回稳向好趋势，从年初淡季不淡开局到金山银四笑阳春行情，市场活跃度持续释放。进入5月，上海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运行，一二手住房成交量同比实现双增长，价格指数总体趋稳，全年量升价稳，基调进一步巩固。界面新闻及上海房管局获悉，5月的上海一手住房市场总体平稳，共计成交6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4%。但是上海也有隐忧，这个隐忧上海的人口居然在下降。上海的人口还有婚姻数据，说2024年上海外来人口减少了23万，外来人口总数跌至1000万以下，这可是不是什么好兆头。2024年末，上海常住人口是2480.26万，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96.77万，外来常住人口983.49万，全年常住人口出生是11.8万人，出生率4.75万人，4.75%，死亡15.6万人，死亡率为6.28%，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的1.53%。2023年末，上海常住人口2487.45万，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80万，外来常住人口1007万，也就是2024年上海的常住的外来人口少了23万。这23万人以前恐怕都是在上海沪漂，在这儿工作打工做生意，他是常住，那现在都走了。这个也是个信号啊，所以上海市临港区准备送户口，这个也有可能。今天晚上有个热点是关于广东湛江市坡头区政府欠134万工程款，广东电台的主持人就帮这些人维权，打电话到区政府办公室去要钱工程款，结果电话那一头传来一阵喜笑之声，说不用理，挂掉。大家看视频。电台主持人替听众维权，被区政府工作人员嬉笑回怼，不用理，挂掉。哦，播台的，我不知道我说这问题。知道吧？我知道，我挂掉。官方昨夜，也就是7号晚通报称，两人已被停职。6月6号，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官方账号发布了一条节目视频。视频中，电台听众袁先生向主持人投诉，称当地政府欠他134万元工程款2年不还。然而，当主持人打电话到湛江市坡头区政府办公室反映这件事情时，电话那头传来嬉笑声。一工作人员指示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不用理，挂掉。坡头区政府是怎么处理、怎么办事的？你跟我讲，刚才在后面指点你，让你挂电话，告诉你不用理的那个人是谁？这个事情很严肃，我没在跟你开玩笑。7号晚，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对2位涉事人员予以停职检查处理。另据南方都市报消息，纪检监察组已对此事开。这个事上了网之后，这事闹大了。6月7号下午，坡头发布通报，派驻纪检监察组已经对此事开展调查，对2位涉事人员予以停职检查处理。这2个人到底什么人没有说。这个事情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你看是政府欠工程款134万，今儿不给，为什么不给？但我认为应该是缺钱，连广东珠三角、广东的这些地方政府都缺钱，134万工程款都不给，政府不给，那这个工程款里面有工资怎么发？所以从这个就能反映出地方
政府恐怕缺钱缺得厉害。我们从这儿能看到，你卖不掉，你哪来的钱呢？应收账款，恐怕现在很多企业都面临着应收账款的问题。如果说别的企业欠你钱，你还可以告打官司，实在不行就打官司。你看，要是政府欠你钱就麻烦了。不过广东这个电台还是挺厉害的，帮这些人讨要工程款。我想这事一上网，一被大家关注，那么这个134万工程款应该能结。所以我通这个视频，我能看出这经济形势不太好。最近央视在报道，央视的记者通过在香港、深圳、上海等地采访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总部，采访他们的首席经济学家，让他们谈对中国经济的展望。多家国际金融机构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期，韧性成关键词。说近期高盛、摩根大通等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调高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一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这个高盛了，它的 L 型复苏怎么现在不提了呢？这高盛的话能信吗？高盛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师刘进金说，我们对于中国的股票，不管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还是维持在整个亚太区里面保持高配的建议。从流动性的角度，我们认为 AI 背后可能带动大概2000多亿美元，在未来1-2年一个净流入的情况。说到 AI， 我不知道现在那个 DeepSeek 还有人在谈吗？春节的时候这 DeepSeek 火成什么样？现在好像话题一下就冷下来，没人提这个 DeepSeek 了。弯道超车，在人家的鱼桶里面钓鱼，蒸馏技术，好像现在 DeepSeek 被人忘了，遗忘的角落，好像都没发生过这事。这个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说现在海外，尤其是西方，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政策的节奏是比较稳健的，这样对全球投资者信心也有一个定心丸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自身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也成为外资金融机构持续看好的关键因素。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滨说在消费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大家对于新消费领域，比如说像一些兴趣消费、有品质的零售跟文化相关的这种旅游，这些表现其实都相当不错。这个瑞银高级中国经济学家张宁说，政策上深化对外开放，改善营商环境和旅游环境，加快服务业的开放试点，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积极拓展多元化海外市场，加快布局海外产能投资和并购。说从资本市场来看，国际投行代表的聪明钱保持着对中国股票看多和高配。今年以来，香港 IPO 市场募资总额达90亿美元，同比增长320%。咱们在股市节目说了，东吴证券有话要说。东吴证券根据他们自己的调查，发现流入香港的这些资金都是中国人海外资金，或者是中国机构的海外资金。中国人还是买中国资产，美国人买美国资产，不存在美国人卖了特斯拉、卖了英伟达、卖了苹果，然后跑到香港来买中国股票，对吧？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富达国际这个亚太区投资总监说，因为消费领域正在改善，零售销售额上升，消费已不再局限于受刺激措施支持的商品，餐饮、体育用品、家具等行业增长势头更加强劲。这个纯粹就是尬吹。这所谓的投资总监估计是碍于面子，他要保饭碗，对吧？得有台词，得照着剧本说，否则你们这业务不能在这儿开展业务。餐饮都已经差成什么样了，居然还说更加强劲。这个家具这2天家装行业，一个是住房儿，还有个什么都正在暴雷。这个家装行业暴雷，那个家具不更难吗？红星美凯龙破产重整。所以说这些海外机构它也比较狡猾，它一边调高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一边说为什么要调高，说你的韧性好，韧性好是不是抗击打能力强？挨几下不要紧，吃点苦也不要紧，下岗失业不要紧，没工作不要紧，按揭贷款还不起不要紧，反正韧性好，皮条可长可短，像弹簧一样，能压缩能拉长，叫韧性好，能屈能伸。最后我们再看一个视频，这个是经济学家韩秀云，他直播的时候别人问他现在的房价到底了吗？大家看视频。您觉得现在的房价见底了吗？我想说没有见底啊。从二手房成交量、成交价格上来看，双方都可以讨价还价。什么时间房子供给和需求相对平衡了，买的和卖的也平衡的情况之下，可能就差不多到底了。大家要谨慎面对楼市的行情。未来实体店的前景怎么样？实体店的前景不敢言好，也不能说没有希望。
随着形势的发展，人们突然发现网上买的服装并不适合，买一件还得退。比如说我到衣服店里边去，服装店我就能试一试，能找着适合我的。实体店只要你有特色，物美价廉，你的服务还很好，顾客就上门了。消费是分层的，不都是通过电商来满足。有网友说，现在还要不要出国留学呢？问得非常好，国内有大量的孩子们正在准备着出国留学。现在有些国家对中国留学方面设置很多障碍，也不知未来的留学能不能完成。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之下，请给孩子找确定性的机会。如果在国内学的不差，能够考一个大学，就在中国上。你看我们的 DeepSeek， 我们研究的这些我们的基础也挺好。农村养殖土鸡未来有前途吗？农村养殖土鸡这件事儿，如果发展的好，是非常有前途。大家都是饲料厂出来的鸡，营养不好，可没法办。可是有些中产或者有钱的人，他就愿意买一些农村的土鸡，他哪怕多花上1倍的钱，他也愿意。所以农村养土鸡是好，但是你要想到你的销售渠道在哪里。基金亏了50%，是卖掉呢，还是不动，还是加仓？别加仓，现在加仓是不对的。如果多的话，卖掉一半；如果不多，拿着它，等股市回来，这个基金是可以回的。买房首付比例多少比较合适？我倒建议买房一定多一点，40%以上是比较妥的，或者50%。这样的话，你还贷的负担会轻。为什么现在科技发展了，但是大家却感觉越来越累了？因为科技发展了，导致使用人工就减少了。现在经济不太景气的话呢，都是减人增效。比如3个人的活让2人干，所以压力大。我们逐渐应该是让每个人有活干，让每人的时间别太长。您觉得当下什么算优质资产？存在我们身上的东西都叫优质资产，因为它不会贬值，会升值。知识算优质资产，健康是优质资产。人们这个韩秀云人家快人快语快答，直接告诉你房价没有到底。这又让我想起了经济学家马官远，他在去年9月份还是10月份就说了，楼市稳了，见底了。你现在再看看，稳住了吗？见底了吗？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上海，因为它还有什么限购，它没放开。等到北京、上海的限购政策一放开，答案很快就揭晓，要不了半年时间，你就知道这个楼市是什么个情况。很多2线、3线城市都没有成交，就没什么成交，没人买也没人卖，卖你也卖不掉，买人家也不买，人家不着急，现在都学精了，都在等。现在人都知道手上有钱是大爷，你的钱一旦离开了你的口袋，离开了你的存折，你就不是大爷了，你就是孙子。你不买我不买，那他怎么稳得住？关键那些唱多的人、看多的人，他也不买，坏得很。嘴上看多，天天说房价涨5倍、涨3倍，等他自己不买，坚决不买，他忽悠别人买。实际上我还有一个标准，如果什么时候说房价见底，什么时候见底，这还有一个标准，这标准不是唯一的，好多标志性事件。我认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说明房价差不多见底了。深圳、杭州那些炒房客啊，坐不住，纷纷爬上天台，只有这样差不多就见底了，你扛不住了嘛？你看现在还没有，现在他们还在那儿，还指着要涨2倍，财富自由，要发家致富，那你就且等，还没有到位。炒房客他加了那么多杠杆，他现在还在扛，以租养贷，什么时候租金房子都租不出去了，租金没了，养贷也养不了了。暴雷，房子被处理、被拍卖或者被银行收走等等，只有这个时候他才能出清，就真正的差不多见底了啊！只要这些人还在死扛着，说明还没有见底，还能扛。刚才海外国际那些机构所说的韧性，这叫韧性。这些炒房客还有韧性，等到这个韧性没了就行了。刚需房都无所谓，他买了自己住，你涨跌，你涨了他心里高兴一点，跌了他就心里不舒服一点。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